好，来继续来关心这个台北市今仔日增加54例本土病例，市长郭文泰连几啊天甲中央咧顶打未拄好，今仔日佫专工来讲到华航诺富特的争议。另外，郭文泰嘛针对着企业自主快筛祭出着规定，来听这个郭文泰安怎讲。6月7号开始，打疫苗都不用钱。那其实我们在开玩笑说，后面还有一句话，打疫苗都不用钱，但是没有疫苗，那这有什么用呢？台北市从来没有去说我们不会按照中央的顺序打，我们有问题我们会跟中央讲像那个长照机构就说，发现这是很麻烦的一个族群，所以那个长照机构的这种施打顺序要往前移。那事实上因为本人是医疗专业的，所以本于医疗专业讲的，你知道有道理。坦白讲中央那些顾问群，大部分都是我的同事嘛，以前的同事，所以讲的有道理，他们都会听嘛，会去改变。所以关于这个疫苗打的顺序到现在为止，我并没有我还是按照中央的。当然以前会讲有一些例子说，那个飞机师那个机场工作那个航空工作人员，坦白讲以前在问说都已经公布1个月，为什么你不讲？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根本不晓得那个3+11那件事情。3+11从那个入境管制14天后来变成7+7，后来变成5+9，后来变成3+11。但我知道现在在立法院，你知道虽然大家一直在追那个会议记录，也说没有会议记录嘛，疫情开始在趋缓，你知道。可是我很担心的就是说，因为趋缓所以大家就放松了那所以特别是像端午节又快到了，你知道所以还是一样的我们还是要以最低的成本撑到疫苗可以全面施打。那这段时间如果大家有太放松，你知道还是会疫情还是会飙涨上去。不过也因为可能还要再撑几个月，你知道所以我们开始在思考说，什么叫做最低成本呢？所以像我们昨天就开始说那个7+4的保姆要开始放松，意思就是说，如果是那种比较one to one的或是只看1、2个这种比较确定的固定的可能我们也要慢慢放掉一些。所以我们也在思考说，到底有哪些是可以放，哪些是要严格管制的。所以像市场我们就还是做6日的管制，因为6日人比较多，所以就是最低成本维持3级管制的效果，然后撑到疫苗可以全面施打。那也要再提醒一下，因为目前有很多企业开始在做企业的快筛了不过这样的企业做快筛原则上，企业如果做内部自己做快筛阳性的一定要后面要合作的医院可以做 PCR。那 PCR 阳性的，你知道那个医院你现在把这个资料输入这个法定传染病系统，你知道，这样我们才能够掌握。我是不希望说企业把这个快筛只是至少门前学，就是把那些有可能有问题的，不管是顾客还是这些员工，叫他不要来然后其他都不讲，隐匿，你知道这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所以在这段时间，如果有企业要做企业快筛，你知道一定要流程要走完的就是快筛阳性，后面要做PCR，PCR 真的阳性，一定要通报整个防疫系统